OK， 我们现在来 Fish Spa， 就是鱼咬族的。那你看下面很多鱼，那我等一下把我的脚放下去，可以看到这个鱼有多可怕。1、2、3，看哦。一个脚下一个脚交叉。不能，一个脚下一个脚。要拍照吗？你真无语了。哇，你也是。好痒哦！这就是马来西亚的鱼咬族。脑袋很痒哦，我看一下你的脚，你的脚有很多只吗？哇，脑袋也不少，有超多的。好啦，这就是马来西亚的鱼咬族。